各位好，我哋嚟自 HKIIT LWL 多媒體虛擬實境及互動創作嘅學生，好榮幸可以介紹我哋嘅作品《Life Journey: An Interactive Adventure》。呢個作品結合咗投影同埋 Leap Motion 手勢互動兩種技術嘅藝術作品。我哋嘅核心理念係用溫馨嘅童話故事方式去展示人生唔同時期嘅情景，喺每個時期插咗一啲正確同埋正面嘅信息同價值觀，去引導參加者以一個正面嘅心態去面對佢哋嘅人生。咁其中有3個細項啦，第一係積極面對挫折啦，第二係培養佢哋嘅同理心同尊重，第三就係促進佢哋嘅自我成長同自我認同。我哋嘅目標對象係5到18歲嘅兒童同青少年，當然全年齡段都適合觀賞嘅。我哋嘅視覺特點用咗溫暖又治愈嘅風格，係用咗圖書插畫、童話故事去表達出嚟。佢可以緩解青少年嘅學業壓力同身份認同。咁我哋嘅特點就係由嬰兒時期去到兒童，再去青少年、成人，最尾就去到老人。咁我哋顏色選擇嘅方面，嬰兒室就用咗淺藍色，學校園就用咗亮綠色，跟住辦公室就用咗藍色調去表達出嚟。我哋嘅 set up 就非常之簡單，有一部投影儀啦，同埋音頻啦，同埋 A3 尺寸嘅投影板，同埋 Leap Motion 感應器啦，同埋一部電腦啦。同埋你可以使用電腦嘅顯示器嚟代替投影儀啦。咁我哋嘅互動設計就用咗手部偵測去利用 Leap Motion 去偵測我哋手部嘅運動，去實現左右翻頁嘅功能。投影就係我哋將投影機投影上 A3 紙度，實現模擬翻閱實體書嘅感覺。回饋機制就係觸摸特定嘅區域啦，就會觸發動畫同埋啲語音，而且你揀左揀右就會有2個不同嘅選擇。Left hand or right hand, or just show your hand to bring a different interaction. Okay, now we can open the scene. Okay, the first scene is a baby.